各位香港嘅選民朋友，大家好！香港立法會選舉嘅溫度要靠我哋親手傳遞，香港嘅未來需要每一把理性嘅聲音一齊書寫。12月7號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第8屆立法會選舉就快開始。今屆選舉對香港由治及興、融入國家15發展至關重要。響一國兩制之下，香港需要高質量嘅發展，更需要肯做實事、愛國愛港嘅人進入議會。我哋手上呢張選票，唔單止決定邊個當選，更加關係到香港嘅前途。大家一齊投下你神聖嘅一票，選出有抱負、有承擔嘅賢能之士，齊心推動香港繁榮穩定。12月7號，香港立法會選舉，希望大家出嚟投票。12月7號係香港嘅大日子，我哋每一位合格嘅選民都應該為我哋香港嘅未來，為我哋嘅下一代齊出嚟投票。為香港，為未來，我哋12月7日齊投票。請大家踴躍出嚟投票。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12月7號舉行。12月7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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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香港立法會選舉日，請大家積極投票。請大家出嚟投票。香港好需要你哋嘅支持，希望大家積極參與，投神聖嘅一票。我哋好需要你嘅一票。我哋要盡公民職責，大家齊心投票，共創美好未來。和諧發展，普惠共享，共創美好，人人有責。心手相連，共建家園，團結奮進，再創輝煌。12月7號香港立法會選舉，約定你哋記得嚟投票啊！大家喺12月7號記得同埋你嘅家人一齊出嚟投票。你嘅一票對香港好重要，你嘅一票對香港嚟講好重要，你哋嘅一票對我哋講好重要，你哋嘅一票對我哋好重要。投入選舉，共創未來。